想一對一厝，我對我厝。哦，特別要聽咧，伊個講係冇要聽，特別一個要聽。一天一淡薄啦。Because 我係嚇，這邊做咩會曉聽呢？我嘅 father 是 Cantonese，但係 mother 是福建。哦，那伊爸孬咧？孬不是 Cantonese。哦，所以伊較少要聽廣府話啦。我較會曉 ，because 我聽我嘅 parents 甲伊朋友講話。有陣我奶媽會甲我講福建嘅。你奶媽？奶媽。我邊你咪落河？落大河呀！我聽你聲。你講啲等咗。我這邊吹風。我冇聽到。我聽到些聲。if 唔係嗰啲跨步，就是 means that 我係全部電咯。有冇跳電嘅咩？會啦。你看即個阿龍啦，你講伊會哦，你但我問講阿龍較早嘅 episode 是講，伊咪講 football 要去困，我講你困咧就是未請，咁不要叫我係諗覺，就冇請嘅算。我拍電腦啊，請埋成個話你哦。係咯，笑。誒，問我哋幾點同佢嘛講？4點幾啩？我哋幾點？4點幾啊？我3點幾這邊。冇，5點至入1分。我入去啦。我6點正睇咩嚟咯？哦 ，OK。你揸車？冇做更事啊？冇啊，我就係試過張車。哇！係，各位聽眾，我在黃玲龍度都嚟邊咧學嘅嚟接報，這個禮拜是在黃英龍嘅今天啊，邊咧學嘅？有啉有笑有幫誒，我唔知，我講有笑，我講有笑，你有幫字哦，接報。黃玲這個禮拜咧，黃頭先嚟邊講嘅話題是水厝水房間。來，那這個禮拜特別嘅邊就住咧，我係老朋友，幫關歡迎老趙。Hello， 大家好。然後到澳洲嘅下接嚟，然後個到啲邊個嗰邊看到足球嘅開車，反正如果睇你看到冇當然開車。你得看咧 ？Live 嗎 ？TV 有嘅。我使到房間嘅你看咧，然後個有老趙謝電歡迎。Hello。第老嘅鳥，第大聲，第亂嘅毛毛狗。喲，歡迎，喲。反正個追嘅聲個，其實冇追嘅聲嚟得嘅。唔係笨叫嘅聲。係呢啲聲。有 last month recording 特別加追嘅。冇啦，有咩？有啦，加蘋果嘅。我聽你都假。我咩呢？我有4年未先呢，所以我冇驚咧，冇聲。哦，自己吃餅乾嗬。啊，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對。陽光，你很做啊咩？我是講注意啦。是講直接卡大聲啦，卡個10打大聲。然後個有我哋嘅 Skype 嗰邊嘅大粒頭嚟。然後走啊，冇後面冇人啊，係去廿零啊嘛，自己未使講咧個訂播零個走去訂零。你做你話麥嚇，即係你聲冇聲氣嘅。我係麥個，同埋係冇聲，同埋我開我係把係麥，所以我係聲就冇聲。哦。你後你聽到你聲，聽到我聲當邊當佢冇啦，但是我自己我數字呢自己麥，數字麥。然後同我爸爸講佢哋講叫啊。講 football 咯，然後我個唔知講爸爸講伊細漢嘅時候踢 football 嘅，踢咗到啲你知咩？我唔知喎，我就係咯，就是咯，唔係講過，就是咯，唔係講過，講咗踢咗唔使講到出去啊，就去 hospital 咧是冇，然後俾冇踢去，我就唔知。哦，我一把係旁邊殺出嚟，告訴我唔係踢過呢隻字啦。我特別後悔嘅就收個後悔嘅字啊，然後special episode for 爸爸。但係個阿仔個治療，印度人治療舊年治療落嚟，跟住邊OK，當然啦，咪講水房間，嗰啲阿龍未來嘅特別訂料咯，當然伊咪請料，所以一個人困起啊，冇太講，我覺得歡迎佢，歡迎要，嚟啦，就把水，我上個是。
我捌睡房間，我毋捌睡厝。有啦，美國有啦，到邊咧毋捌。但咱講話咪無想睡厝睡房間，咱直接捌睡厝睡房間過。講緊唔捌睡。誒，所以唔是萬國，萬國你就捌睡厝過啦，到邊咧？唔捌，我唔捌大，唔是我厝。後面有人壓打咗。我一人使啊，你數。我無人使啊，我無人使，我特地去睡。嚟個澳洲咧，我頭一擺睡。我唔知是大擺你來喎。哦，對，你睡房間度睡呢時。即係咁啊，本身係睡房間。有啦，特別是睡掉咯。是講邊頂唔捌啦，邊個來嘅話，邊頂我們時嘅少，邊頂我唔捌睡過，特別我去吉隆坡讀冊是 KTU 時，我就睡房間。係你自告訴講啦你。OK，來自己人捌講個別人睡厝睡房間過。唔捌。如果唔捌啊，這點唔捌。哦，後面人唔捌啊？人派名規世界睡厝睡房間。你一落來就有厝大啦。嚇？攏趁背又無趁背咧。背咩？掉來上一個他咧膠囊那邊啊。哦，自己都咪背啊！你家己咪使自己吹水嗰件。冇蝕。冇蝕啊！背袂起啊！都是有上當。甲我想，你不要緊，我是講你背袂起時，你使去吹你 crane 吊車吊你吊起。十單呢嚇？嚇！起咁大嘅時，一支定嘅呢？就你掉啊，掉起來。諾基啊，一得睡諾基，可能歪自己。哦，睡厝甲睡房間，愛看有landlord無landlord。嚇，若是講睡貴間家己大誒，就加爽；有landlord呢，就愛看面色誒。哦，你是講大啲合併嘅做只誒？你是睡房間較只哦，調穩。有厝主無厝主做只係大無。有當時你睡厝就都是有厝主夠通睡厝啦，是講看，伊是講我你做只係大。大個人冇大個人啦。嚇，來毛菇你講。哦，愛講到咯 KL 嘅啊，咁啊，你人講迄個 KL 做啦，食有嘢嗬？這都袂使講，先有一個西地嘅啊，是唔是？有望嘅嚇。我大伊阿妹迄個 flat 老嘅 flat 咧。角度那邊啊，角度咧。啊！哦，你咪是去食，你有去食咧？雞絲麵咧即個唔是雞絲麵，咧豬肉粉湯嘅啊。佢想講嘅對，係咧一間我嗰邊豬肉粉湯，你叫咩啊？羅馬子，冇喎，羅馬子豬肉粉湯咪唔是入邊嘅。冇啊！而家點解我人 hang around 這時就是看嘟咯，甲蛇嘟呢嘛，攞邊甲地嘟呢咯。蛇嘟係咩啊？我想未起。蛇嘟噶。哦，你是係咩嚟 ？supermarket 啊？對面啊，大蚊蛇噶啦，迄邊嘅媽媽store嘅了。係啊啦，大蚊 corner 啦，大蚊地墩啊，即係啥嚟呢嘛？古早時嗰啲 highway 袂起。啊，我 hang around 這邊嘅誒。睡 flat 咯，睡貴間咯，冇頭去讀冊誒，是去睡房間。แล้ว睡房間，哇！แล้ว出租呢？你講睡房間，睡房間啦，唔是咩？冇睡係咪？房間咩？你睡房間係只房嘅。來啦，你嘛嚇 correction 哇？OK，แล้ว個我叫房間。嚇！你係調轉，我問你根本唔รู้呢，是唔是調轉話影響？係啦，咁咩叫棚勁嘛？叫咩解？叫棚勁。棚勁啊！啊，棚勁。哦，所以奇怪，一直我哋什麼都每年一直調轉音就一隻嘛。然後我成個一個棚勁是一個 hair freshener，這個叫棚勁。毛菇噶，我講啦，毛菇噶街逛逛，應該攞嚟 start 掉調轉話 podcast，我幫你 join，
特別我表講，但是講係你人殺條，我做咧特別嘅變啦條，我就是變到當嘅嘢。好，問過可能係做一屆嗬，可能騎下嗬。直接了就了了，播了。直接就了咧，係嘛？跳個見過未了我哋。嗱殺了，我做啲 producer， 我靠，我人因為點到後尾人講嚟啊。我甲你講，那是特別講嘛，甲你照咧 equipment。你到底做乜時候 phone 頭，你講啲後你就當人講我哋啊。有個落起嚟，有人講啦，係講咩單屆啊，即係禮拜，我未有講禮拜，就是禮拜，嚇係咪嚟？你講照禮拜啊？即係禮拜單咩屆話爹？哦，即係禮拜，水棒勁。這什麼呢？大家想看什麼？你咪聽到你想玩 disco， 想過啦 disco 啊，你嘅事。想咩 disco 誒？叫話是呢好聽誒，是都講咩咧？是真係順，真好聽，咩人我真爽誒。你白紙啦講調住話咯，即係 topic 我叫我寫起嚟。萬光呢度俾起嚟嚇 ，please 我講調住話事。後尾 last topic 啊 ，last topic 我 last topic 好咯。last topic 我寫起嚟。我萬光啦，去照萬光去照調住人家啦，人起嚟啊。對，要照人家我俾做海南話本，海南人。維娃娃起來咯，維娃娃。我寫起來我 note 字，海南話調照話客話個。解然啊！咁嗰隻閃靈話，喺啲叫節責。閃靈話，你講話成節責嚇，我聽未到本嚟。你節責咩嚟？你個布幾靚啊？靚啊！靚時代。是山靈話。山靈話對。哦，小壞反正是山靈人。嗱你又講。Cantonese 係隻 village 是唔是？定數。廣東嘅一個。哇！係喺你個布幾靚啊！幾出名啦嘛，一個。客家嘅條叫咩嚇？多年了。海南。海南。福州啊，福州，新疆，新疆我是福州啦。是台灣。對，台灣，因為我一講蝙蝠俠都是台灣。過再來講。就是福州人。未使講是福州人嘅呀。好勢。未使講，我知你都冇走音。特別你又講福州話，未使講。你都未使講。18年哦，你又講福州話，自己就講福州話啦。但我是叫 Brit 嘅福州人哦，你爸媽咪是福州人啊？福州人甲悉尼人都無相嘅係話。無相。福州啊，離住本在地東誒。客家咪是我知下，福建咪是有福建啦，是咱嘛是佫有一個漳州、一個莊州啊咩？我有講海南話嘅。你有講海南話咩？海南चिकन चॉप。老屎啊你！我反正我冇學過海南話，未記啊。你真學過？我是啦。嚇，冇啦，我白人是海南人嘅教王啊。我會曉淡薄啦，我會記住出邊咪就係海南人。阿公，海南चिकन चॉप。阿公，我講阿公。人冇啲人貴冇啲貴。人唔是人貴，唔是貴啊。人冇啲人貴冇啲。開車要借啦。開車？Satu kosong. 啊，satu Mauritius啊。掉啦。OK 啦，同你攞餅。餅咯。餅，但乜嘢都半頭咧，即係亂來。阿媽佢哋個婚是得類啊？毛毛菇收婚呀？冇啊，唔是啊，白唔講。
我不能講，幫曬手做啦。真冇咩不能講嘅。一波幾位數。我咪不能講野球。你不能講野球。對嚟啊，水棚鏡。OK，睇水棚鏡。啊 ，OK， 嚟，毛毛菇講水棚鏡。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เท่าจีนที่โล KL 咯แฉะมาแล้วหมอ水ปังเก่ง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อูชูจูอังป้อกับจีน family เอแล้วอีปังนอเลยพังเก่ง水出來咯佢就พัง啊，自己炒水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อยากจีเก่ง啦โอเคแล้วจีสุดว่า我正怪我正怪我係咪冇做我正怪แล้ว好似啊，自己幾歲？after form 5咯，應該是18歲啦，19歲啦嚇。แล้วหมอคีเป็น人冇識嘛，那麼佢只大啲 room 裏邊啦嚇。你自己一人大啊？冇教我一個朋友白搭出嚟，羅蘭真係隨自己嘅棒勁啊！嚇棒勁嚇，แล้ว我嘅朋友一年睇書啊嚇，我的朋友棒勁上冰城嘅啊上冰城啦。哦 ，OK， คุณทอค่ะบ่ว่า應該一棒出來棒。計壓力呢？哎呦，穿啊！冇得講抄經啊！我唔係啊，我講 room。你講條住話咁好，佢哋講阿毛話。แล้วว่างหมอนอนนั่งไปคือตัวแล้วหอตรงนี้เสียงจ้า你問我朝你大聲大浪，你知道我準掉，你點會似係照我們跌出來？會似係老妖。你把困喺度，邊啊？你講咩？佢點咩？佢似你當我崩牛啦！係，因為我下面好康嘅先棒，其實你講卡掉嘅事一隻搞嘅。卡掉，冇咁層，你落河啊！你嗱佢講咪落河啊？可以車棒咯。嚟，毛毛菇就你講，我講，我嘅意思是講，你咁樣講棚徑，咁好佢講 room。棚徑是條柱，我唔是叫你講緊條，但講條柱話咧。哦 ，OK，兩粗橋，兩粗我夾 FIFA， 兩粗 FIFA，OK， แล้ว朋友冇搞白嘅，但係朋友就派絲嘅，但係佢最冚就是咩人老母好似裝嘅咧就，แล้ว唔知啊，個家隻嚟，แล้ว講嘛？叫你乖，有冇冚家產要嚟強姦咧？唔記得啦。你是朋友邊嘅朋友啊？白等上頭等嘅，你對我白吉他，แล้ว誒，蘑菇，你講朋友乜嘅字？棚徑嚇，乜事條字啊？朋友啊，朋友啦，誒，我講朋友喎，John，朋友嘛，平。你平友嘛，朋友啦，朋友啦，朋友，唔會使，教灣，朋友會使。啊 ，OK，แล้วหมอ出租是，跟住我同你講，阿涵唔是阿涵啦，即個校長是無來嗱，校長嚟講啊，伊本會使講朋友棚徑本會使。所以咪咱你嚟講朋友棚徑會使嚟講，同佢都成日按咗講。你平常時講係咪就講係咪？棚徑啦，嚇，有啲朋友嘅朋友，叫拍拖。冇，แล้วว่า出租嗬，伊當時真係孤寒嘅，是鹹濕嘅。鹹濕咧。แล้ว即個店未使開，未使開。哦，嚇，時間夠都係冚店係開之種。誒，睇你 boss，冇個 boss。boss，
識攰。是冇辦公你決定到嘅事咧，中午嘅事啊，乜事？伊係咱係辦公，伊是幾點未使開航時你叫？我等啊。哈，你是不貴啊？幫唔得幾點未使開航時，早起未使開航時嘅咋？10點。哎呦，佢就譬如講，唔是0人減攝，唔是7點哈，7點。แล้วจริงๆว่าลังบ่สิWorld Cup อัน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ว่าลังตัว tap 嘢ไลน์เนาะ tap 嘢ไลน์อย่า電話上佢一電話上佢ว่าลัง嘅朋勁啦佢ว่า朋勁嘅所以ว่าลัง冇 on 落嚟坑咧哭幾期เนี่ย冇 tap 嘢ไลน์啦一隻水看唔出呢個要一位啊是一有落嚟幫質落嚟坑哦哇我咁厲害啊你是 engineering student 啊係啦，แล้วหมอใหญ่ไล่ข้อกี่ปวดกิ้วล่ะแล้วปวดแล้วโอเคจีนสุกุยแล้ว你ปวดกิ้วจะมี拍電話去ปวดกิ้ว啊嚇拍電話去隨人愛ปวดปังกุยแล้วล่ะ嚇冇啦隨朋友啦你看嘛แล้ว是 before handphone 係點先啊before handphone 點先嚟แล้ว出租หมอ是盡量派本咧แล้ว我就啲做嘢啦朋友แล้วว่า朋友一行出嗬，幫我入厝，一看到出租，伊度無講蝦米話嘅，馬普基魯誒，你哋就你聊天啊？你出租聊天？我唔知，因為伊甲我講伊是 Cantonese 嚟，所以我想講有呢是 Cantonese 唔要聽福建話誒。冇理由。誒，有呢是未曉，頭一擺出會無嘛？แล้ว佢後แล้ว我人無。小妹啦，這裡是無歡喜大啲病啦，我搬走咧，有一次是 after 1 month，伊嘅出租過來佢哋 flat 唔吹我人咯，你講福建話，啷攞聽啷話我出嚟，講起，佢哋真係咪說，哎呀 telephone bill 百幾個，我拍死了咯。梗係歹勢呢！一啲頂咩啊？而家唔係成講我袂曉聽咯，每次定定咩臭啊？點解拍機？點解吹啊？我想講我都袂曉聽，我諗講嘢啊！以前聽阿豆嘅福建話是哦，冇喎，正福建話喎，比我正福建，你是講邊領嘅福建話？啊，邊領福建話喎？哦，maybe 是邊領人嘅？邊領人嚟？哦，唔係，即就是冇明白咯，就是對邊大了3-4個月，結果哎呀，可能騙起車。你做下，你是冇計個，做你可以行嘅冇咯，行類咯，計講 sorry 咯，你看咯，即係我冇咩，是我朋友啲咩，然後伊當到呢邊咩啦。咩？我本拖路追咯，แล้ว哎呦，拍攝嘅是幾嚟 flat 嘅啦，聽到，你真係 flat 笑咩啊？回應嘅嘛，哎呦，梗係拍攝呢，呢，bad experience 啦，呢真係 bad experience，แล้ว過後，แล้ว過去 ，I mean 等，我再講下，要等佢講錯，拍攝咯。唔要緊，佢細講，嗱阿龍講彭徑唔會使，咱哪裡會用？所以有嘢冇講笑。OK，แล้วหมอ OK 嗰陣時หมอตัวแล้ว拍嘅 second year แล้ว second year แล้วก็จะ搬厝แต่當時搬去 flat 所以貴經是冇出租嘅啦，我人包嘅แล้วก็歡喜啦，แล้ว叫尾我係你睇下 pause 你嘅你搬去北京嘅時候，等人 pause 我係細學一傾講就成我哋嚇 OK 嚇成交成交講你捌水出過啊？嚇哇！我水曬出了。哦。係房間唔是出啦，房間。你是其實是水出，你大細漢大漢是水㗎，還是你在讀冊是？讀冊我 final year 嘅時哦，到馬路哦。哦，你當今是到底都係做工嘅，你啲讀冊有個當今？我啲做 masters。哦 ，masters 就到得住州嘅大學。Monash Malaysia。Monash 哦，你唔是個阿韓上學堂哦？啊，是咩？
阿韓是 Monash 阿韓。Australia 特別伊唔是 KL。讀了會使去佢哋 Monash 睇唔是啊？哦，我冇啦，我是啲 Malaysia graduate，個讀嘅 graduate。因為你是到你有等於到係咪先？Selangor di Subang, Sunway。上個即特別頂到嘅時唔是到佢。冇，因為就冇讀，I thought 到啲吉隆坡讀阿韓，你記唔記得個人講？Monash 了，你去Selangor會睡房間啦。但係話Selangor大陸唔同 Monash。我古早是啲 UM 讀冊嘅 ，and then 我啲 PJ 不熟的。UM 是到啲 PJ 呀？啲 in between KL กับ PJ 啦，特別我睡厝是啲 PJ 哦。and then 馬路是啲 Monash，所以我本是睡房間。睡房間幾點大？古早是有 roommate 嘅，特別馬路是一人啊，我被打閒了。我嚟講，我被聽下，我被打閒。我係 first roommate 啦 ，first 我睡第一個房間哦。我嘅房間有三個人，一個人咧是我嘅 uni 嘅朋友，嗰一個人咧是一個 auntie 來，有影是一個 auntie 來，我看伊是有40歲了嘅，40歲了。四字淡薄。你得罪真濟人啊！即係邊有3個人啊，冇話有5個人啊。係啦，阿啲，特別你講電話唔要緊。即40歲唔要緊哦，特別哎呦我覺得40歲都 suppose to 這樣 mature， 會曉做人嘅嘛，特別國家超啲小比我人 ，and then 哦 ，OK。The first thing 是伊搭節哦，昨夜哦2點鐘 ，never fail。到啲昨夜2點鐘啊？到邊尖水啊？我嗰條拍嘅，要揸地盤支票。係咪啊？揸地盤支票。哎呀，死啦！我日叫蘑瓜，冇就是只講接一粒嘅咁。水魔啊！我就shower head咯。水魔啊，香港水魔。啊，Miss OK，昨日2點鐘得節，你一追又驚。哦，一接了，一追就驚了，驚 for 2 hours 哦，我唔知伊做蝦米哦。你冇人搬？啲罐頭都盲念㗎啦，講你有公聽啊，老地盤啊，你都盲念。咪 interrupt，繼續講。你toilet有一隻細嘅 window 啊。你冇人都講，你去頭看啦，去看伊做蝦米。特別我人查某唔敢嘛，叫打波咯。特別打波講。哎呀，40歲了買過，唔知做幾個 OK。這叫做ageism。then 特別 because 我人迄toilet咧，我人是 share， 我人幾個人 share， 所以一張 A 呢，我人本袂愛去幫酒啊，本袂去哦。伊有可能洗衫遐在內面。冇啊，我洗衫是用 machine 嘅。哦，你啲一洗可能唔使用手洗嘅呢？嘛唔是先我我直接清20條啊！冇你同人講他笑起來洗你明唔明？一隻係咩啦？就一做工啊，什麼？一做工是他寫。一做工嘅。你講是一間厝內面參與下，還是你參與一個朋友咧？是伊家己另外一間，其實是攏大成一間房間。上一個房間啊 ！Oh my god！哎呦！
and then OK 咯，迄是 first thing 哦。second thing 咧，伊阿妹伊会做餐厅啊。我唔知伊是虾米 religion 啊，但係伊餐廳哦。and then 真scary 啊。这个哩就真刺激。啊，and then伊做海鲜啊，现在真的。安尼款嘞，唔是講話嘅，伊講嘅話我係聽無嘅哦。哦，勁啊！嗯。哦，你個聲啊，是我差唔多啲下邊嘅記，細聲咧。你到啲房間裏面啊？at first because 我嘅 roommate 我嘅朋友嘅 roommate 啦，伊早困嘅。so 伊到啲房間餐廳哦，then 我是啲外邊，我 laptop 啊 study table 是啲外邊嘅啦，then 我是坐外邊嘅咯，特別伊是啲房間內邊餐廳哦，then 我嘅朋友罵伊，罵了伊就出來餐，伊是啲 living room 嗰邊哦，伊記得坐到伊坐啲中午嗰邊餐廳哦。and then 你有冇放 disco 啊？小 disco 冇啦，因為the first time 我看到我驚死我唔知伊做啥物哦。and then 迄是 second thing 哦 ，then third thing 咧是伊斷頭毛誒。then 伊特日洗頭毛，特別哦，伊無用 hair dryer 哦，伊是啲迄 living room，還是我房間嘅風扇，徛啲風扇。哦，可以吹下。安尼款吹哦， then 哎呦 ，OK， 我成個是有 picture 咧，哎呦 ，Oh my God， picture！ 我甲朋友講，我朋友無相信我講 OK， 兩萬，我講我計。你問佢哋面啊，你面拍嘅啫。冇看到面 ，because 伊用迄個頭毛冚迄個面咧。哦，咪就鬼嘅咩？是咯，就是嚇到我人哦。伊講我嘅成個喊嘅，講我嘅成個喊。啊，是咩？冇嘅是冇那些 influence。你叫我得咯。我 show 啲即係咩啊？我開我 webcam 咯 ，I guess。我啲我冇呢度。baru saya ki panggil lo lai, miso. 我冇聲喎，我買 flash 嘛，我買 flash 嘛，你唔要瞄咩？我冇估。我半段去掘個來未糊了啦。未糊俾佢得咯，都未糊。未糊都嚟幫人講我啲樣叫嘛。空啊！都收飛啦。都收啦嚇，一啲看過嚇。OK 啦，我 continue 啊，我啲吹。OK。然後我一般會教我人小妹哦。嚇，你講咩話？伊講華語哦 ，Mandarin。哦。這是幾年整啊？幾年整？2年。2年整呀，沒有不話3年整啊，你看了。3年 ，OK。then 哎呦，我被打喊伊啊！有一道哦，我伊上個是咩話？無伊伫啲 kitchen 迄邊哦，我唔知伊做啥物啦。then 迄個 kitchen 嘅 tap leak， 唔是 leak 哦，伊上個是迄個水甲了轉出來啊。我唔知伊做啥物啦。then 我人甲了嘛去 kitchen 咯去看啥物事哦。then 伊看到我人去看迄個 tap 哦，伊要慢慢去房間買開了，伊互我人去做。哦。我嘅朋友可能去冚迄 main tap 啊，咁樣去做伊咯。then 後來我嘛去互我伊做我迄 tap 歹哦，特別伊咪去 repair。嚇，咪去修理。咪去修理。then 我人做好咧，伊就去撞下咧，我咪伊一電叫本無講哦。哇！我去互我去放迄個
車嘅大約係紅。哦，這叫批閘喎。點解唔食同咁樣就？我唔敢咩，如果佢是有一時伊灣樓啊，你是你是怪。如果我朋友咁樣，我唔敢咩，我話。真係唔捌你多咗上房間嘅。係咯，有隻水啊，扮機。叫啦，唔捌你喎。because 是我 first experience 去睡房間啊，所以唔知哦，所以去門啊去看這房間，成個 OK 哦，then 我the other roommate 啊 ，who is the chief tenant 啊，伊是水啦，哈，伊不是水，但比伊教我人行水，哈，都伊互我人看咯，哦，這房間啊，看啊，有一個 roommate，但比伊無佇啊，你看，伊無甲我人講啊，伊有 problem 的啦，我大了才知影有這個 problem。然後伊在車自己房嘅。係咪啊？伊車咩？你在車自己房嘅好咯。我覺得伊唔知啦。知咯。我本無房正一房啊，我本驚啊。到而家都請咪拍10隻呢？嗰個厲害。我嗰日即係 band， 我去開迄個幫房嘅，我去訂。你而家啱啱開嘅時候，你個一頭冇嘅加。加多插啊！都咩啊？加多加，你係食轉咁我黏你頭毛。夠快笑啦！原來我極夠快啦！啊！但係我會你睡喺邊房間，你房間裏面有幾人大三咧啊？大人，了。這是我朋友，這是伊哦。了，假如大迄個，你厝主無大喺邊嘅啦？無大。所以你睡喺邊房間，我要知看，我未記我你當時係夾幾類，你睡房間就就幾類啦，可能。無啦，一個房間700。哇，貴唔咯？貴啊！你then 一房間700，and then 無迄electric 甲水無包。啊，無包。哇，夠貴啊！貴哦。所以三個人 OK 啦，I mean 700 divide 3 OK 咯。啦，今年我睡緊厝咯，房間大間哦。無大。特別要 attach 就係間啊。無 attach 就係間，只外邊嘅，就是我人甲別人 share 咯。哦，你會唔會可能一人寫就係間？準時你講數。但係間 I think share 啦，隔離半有寫，個半有寫哦。他全部老死哦。冇超寬啊。迄邊迄就 OK 啦。你攞點證冇寫啊？應該是。maybe 攞點證就是寫就係間學亂嘅，攏個貴。無啦，我無特別清氣。然後佢一擺哦，咱啲外邊伊是無寫厝誒，所以外邊是我人，隔離好像我人有用 kitchen 誒，我人就寫咯，有用 kitchen 誒人就寫 kitchen 咯，安尼款咯。然後有一個外邊誒人就寫有掃外邊安尼款咯。咱伊是無煮誒，所以 kitchen 誒是我甲我誒朋友寫咯。然後有一擺哦，伊夾牛奶。然後我唔知安怎伊個牛奶弄到啲鮮度塗卡好似把我無啲厝啊，伊個牛奶弄到我無啲厝。塗卡嘅啊，啲塗卡。然後牛奶弄到我人嘅 first response 是夾薄來切嘛，夾薄來切嘛，伊無伊去夾膜。呀，數手係數。伊夾膜。伊成個凊彩安尼款摸，掃嗰隻嚇。
所以古靈嗰啲殼卡誒，我對啦，我看到做咩殼卡白白誒，我咪咩，我冇咩啦，我咪冇咯，做咩看你殼卡？你嗰個 housemate 啦，伊嘛講你嘅 roommate 弄到誒，特別伊出去了，我咪叫我講我死都我咪切啊！你咪叫你。嘛解講咯，我一對人嘛解講你弄到古靈先生，你家己切啊，你會使用，我好你用我嘅抹加迄個 detergent， 你家己切。你伊講 OK， 特別伊冇切咯，哇！伊冇。problem 甲別人講，伊唔是夾膜咪膜嘛，伊是夾膜 ，and then 伊去 dilute 迄 milk and then it spread it around， 伊唔是膜，伊唔是切啊，伊是 spread it around dilute and spread it around。伊冇切，伊清氣啊，就是很辣辣啦。我白白嘅看到白白哦。誒，你可以冷嘢拍前泡射情啲好咯。就係人安尼看咯。有聽子嘢在喺滾滾塞起落嚟。而家帶條冷濕水。你介意大落股？大無夠1年10個個人看咯。哇！咁你特特只對只線咯，就對手看你。是咯 ，because 伊對來，伊做工對來 ，maybe 做咩工呀？我不唔知，無人敢問。伊做工對來，啊個8點伊就去長下了，所以我人知影，我人8點到10點是無通放照誒，所以我出去我人I mean normal 誒人出去，伊毋是講，哎呀，我出去愛放照，不要緊，我對厝房啊，對厝家己誒toilet嘛。特別我人是哎呀，愛對厝啊死哦，我人佇厝邊，佇外口放生啊，放啊，甲對厝。哎呦，不多條老細嘛㗎。是咯。放喺剪頭嚟咯。老人面前。去打波就去放哦。伊係咪打波去外口去放啊？浪交呀？我厝嘅外口唔是浪交，係去迄 plant 嗰邊啊。長我明白。長。其實係相對個人做。係啦，你打波咧應該放一罐咧，就燒起來係到啲嘢。倒喺古靈那邊。你倒車喎。但係一罐就要擺到啲車頂面咯。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啦，something wrong 啦。個牌又而係你佢一幫你起來倒喺外邊主入邊。Maybe 咪來炒先，咪是自己出炒到啲個炒。我有迄小影啊 ，OK。啊。咪啦，我開webcam，嚇。依個成日開咯，切佢嗬。人看dry 嘅頭毛嘅。依實都乜雜嘛？I think 就冇咩好事啦，因為。所以你刪嚟。是咯，你刪刪我之前切佢鏡出嚟講，你那時開部開房間，開部開部嘅是貴嚟，我講。冇John 一起 Halloween party 咪 make up 啦，其他人。恐怖。應不要聽學嘅話嘛嗬，應冇聽邊啲學嘅冇嗬。未必要聽咧，未必是蘑菇，未必是蘑菇嚟。蘑菇係成少。我會唱都不水嘅錯。我喺香港蘑菇人看到我去 KL 時，冇是水過哦，讀冊時哦。不過咪特別有一個是我甲我朋友伯兩人住一間房間哦。嚇！伊個厝是2間房嚟 flat。然後我朋友嘅歌是伊個啦。死唔知人會聽到。咪講你 detail。OK。咪講你人講咪講你 detail 嚇。出租啦。出租啦嚇。OK。
有一道八的啦，八的出租放學咧嗬，แล้ว我朋友度出去哦，咁就去吹個 friend 上面咗啦，แล้ว嘛我一人啲房間哦，แล้วว่างafter dinner แล้วที่房間可能跨出嚟上面啊，แล้ว舊家到吉隆坡多KL OK， Jelas Wing Jelas， 哦 OK， Jelas tak lah. Cetut Jelas ah. Cetut mana? Ini tua. Taman Muda。哦，喺邊隻大啦，喺邊前前嘛 ，college 邊。然後我唔解是，即係喺邊有邊 college？有啊，Sedaya。我讀嘅咧是一隻cheap嘅 college。我白白讀講，白白朋友要來，然後我做工啦過來嘛，所以我呢幾那幾節嘅，所以來到咧已經大病，我嘛計白白大，嗱計白白大咧後咧一名都是講話食飽了咧，一路出去我朋友出去咯，然後我啲房間位，我啲房間位了，啊個應該是比9點幾可能9點幾分，我都鼻咗，成個超級大嘅鼻呢。鼻鼻我開，我一日細糖啊嘛，開嘅，無啊咪嘛，你唔知嘛開門哦，我開門咧啲 N 啊，你喜歡走住邊度？你我就坐較緊開門哦，死咧個幫人無幸福嘅嘛，喺陣時未俾個啦，個人整陣時我個入幾回啊。OK， 然後我。有冇電話？佢別最冷喎。你都個幾 panic 在裏面 ？panic 哦，你我講哦，我講幾別出租。KTM， 我唔知要調啦。你講你名啊？我會當幾別呢？因為幾別房嘛。哦，幾別房，所以上一間厝裏面。上一間厝，伊是一個 flat 可能間房嘅。對。我好聽哦，邊一個kitchen咯，然後冇病我就牙配多，係水，冇水冇一定冇對啦你。哦，我時間做嘢咧，別向就開燈啦，冇人叫。咁樣。你想看伊就把牙配多你吸掉啦，你咪係 engine 嚇。因為拖卡一 N 百分之來啊嘛，你我將就冇人嘛，笑啊好接電話嚟嘛，我咪咁就衝出去咯，特別一衝時是真係是規間厝 N 嘅咧，未看到咯，看別掉啦，走去大門開門，門也開，然後看到走卡邊時有灰呢，有事哈。咁啊走去都看到，我咧較緊冚伊 gas 咯。我都看到伊走嗰邊燒嘢哦。伊有一個 N 同埋灰肯 N 特別 N 正大咧，你看到淡薄了。你較緊 OK 咯嘛。你個兵要加起。灰妹，唔兵咪等消息啊。我走呢咯。別走得咯。走住個口啊。冇啦，我冇想你接受你較緊灰多啊。開 balcony 嘅門咯，開個了係 N 了，開堂啊，開個了。以前所以都冇走出大門啊！都成呢個都冇走出大門。我要出去，我看到有火嘛，較緊冚咯。OK。以前你度較緊拍出租嘅房間門咯，拍咗多少砰！我叫佢，我唔知叫佢咩別記啊。我叫佢，你無人。雜波誒。然後我就去 kitchen 看下面數，伊是應該滾湯。滾湯。而家全北骨啊，北骨多開啊！哎呦！啲骨咧會大㗎了，所以燒啊佢勁做是拎惡㗎了而家。Oh my god！我個仔都，哎呦，都好後面，我個仔都冇掉。我冇困。你困得死你就比佢食起啊，死你 N。哇！了出來了，冇病了咯，每開堂啊開啊嘛，又冇搖頭靠。哇！嗰啲叫啦，如果等你出租搞邊邊堆嚟啊嘛。一冇地響，你出租冇得做啊！我排房間每所嘢啊嘛，冇人聽，搖了，了未困啊嘛，
甚至個例子兩個10點幾嘅10點幾7點嘅點先啦。我咪睇啲聽會用。嗰時因為往水伊電視機咪個咧往無嘅來看嘛。然後咪坐啲聽，坐啲沙發，坐到10點11點幾時，好像出咗房間沒開哦。一夾出來，你在周末你還不要去睡覺啊？唔知頭唔知尾，我乒乒乓乓拍咪拍緊檔多聲，伊到那邊冇車哦。哎呦！伊是到那邊咗，我想伊出去咗。我一頭好困啊伊。你做你計講，你出條笑係嘛？你我去採過100個我。伊個位是鐵嘅位還是灰嘅位？我唔知未記啊，總之是燒甲無半啊剩100骨嘅骨嘅。喲，滾甲變barbecue ribs 嘅。出頂哦，要好個滯啊！到那邊燒。我覺得你有電，但是你冇電，我唔知佢勁出燒嘢哦。譬如佢哋 fat 冇嘢。我則燒到。喲，唔是我掉，一般掉。我朋友在檳城睡厝，伊可是阿拉斯加人嘛。在檳城嘅睡。一些房間咯。我冇學過，伊開始是較早是同我聽講，我冇學過啲出租嗬，唔係學到用啲物件咯，都是房間嘛。冇學到用啲物件嗬，的確我用啲物件係死物件。用到啲嘢物件。伊用我朋友物件，特別我朋友唔使用啲物件。你像有沙本啊，咩物件，伊用我朋友嘅咯。特別我朋友講埋學，我朋友唔使用啲物件。哇，個呢？你沙本啊，摘啲沙本啊，洗頭殼，朋友連開房嘅物件㗎啦嘛，伊兩所嘢嚟用。我去多。我就到啲吉隆坡睡厝時 ，actually 我厝是冇好嘅時，隔壁房嘅樓梯會浸滿垃圾啦。時候特別冇講成啊！我冇時候對講有成日講水款嘅人做啦，有時冧落咯。特別我冇講水款嘅人做啦。我記講係我到啲吉隆坡睡厝時，我嘅電話是家己房間位，到啲後尾落，我有拖啦電話咧叫咩啊電話？但你講下，但你講咩公司嚟，一嚟嚟到嘅是到啲我後尾落接住嚟，特別我嘅厝嗬是真借電話㗎。點解會使呢？嗬？一間厝幾耐電話線，家己另外看定後尾因為我隨時一樓頂是即係3間房，大房啦，我哋結冧兩房，然後個樓下嗰一間房嘅，所以有就4組咯，4個房間啦，然後一人睡搭間房間，各有伊家己電話嘅。古幫電話靚你講人數頭嘅啊！我做你使用你得嘅嘛？我未用過啊！如果我平時啊，我朋友是計見者嘛，所以頭用個拍一個 friend 嘅。你用咧你使拍使3、4個都得，接落3 head 啫，接落3 4 head 啫。特別我唔敢做。你嗰邊唔是數 number 咩？一數掉誒，特別都嗰啲準備嘅啊。你 rotary 嘅 number 係是一打是你用伊個即個看電話嘅位嚇，你拍幾打就就是伊個 pulse 就是幾打嘅咋，3聲就是你打3嘅咋。特別嚇，我係記電頭嘅時候，我唔知你記問過，我一 calculator 啊，你係少人嘅電話 number 嘅。一波聲是 business card 那大電嘅，然後你使少來 number 咧係，你係用嗰啲包式多嘅電話，唔是包式，唔是用包式，用嗰啲多嘅打嘅係，你使我 keep 拍電話時，我使夾嗰啲 speaker 啊，或者嗰啲 speaker 可以 play 喎，你也打嘅喎。我頂多是手錶嘅，John。對，手錶對，calculator 嘅，對，要差唔多。cat 嘟嘅，
嚇嘅嘟，哦，揭曉，嘟少，都笑。冇講嘅，介紹啦，買幾多嘟？試嘟，我覺得就講句，我冇時講試嘟，試嘟嘅。我朋友伊媽都隨處哦，係中國人嘅。哦，嚇嚇 ，reverse story，reverse story。伊隨處喺中國人，咪是 OK 咯？伊講伊中國人 OK。then 只是中國人對去 China。and then 你媽都講 OK，對伊一個月咧，媽都 I think after like 1 week 2 week 就去伊嘅厝看伊。我即是水鬼經嘅厝啦。嚇，水鬼經嘅厝。媽咪嘟啦。媽咪嘟。哦，媽咪嘟嚇。嚇。馬都沙。我明講嘟嘅英國亂講緊出嚟咯。媽咪嘟。我去看。一看先自己好似厝咧吵咗哟，一行，一去看先到，一開來時吼，有湖啊、海啊，下面嗰啲。哎呦，飛機！唔是，一看電。哎呀死！啊，你點解講佢啦？講成都時上路講佢啦？是講佢啊嘛。係登記嘅天。一接撈出來嘅了。你想 OK 就一看人 OK 哦，你厝啊，真係垃圾你要請 AGP 立加真係垃圾。哦喲。哦，要啲蝕氣嚟講水啊冇得。嘅了。我就是這你辦光你水厝嘅，到底學水咧水厝經驗咧？到日本水厝咧就冇好嘅物件咯，咁咧 OK 咯。我嚟 Brisbane before 我 family 過嚟，我自己水房間嘅事咯。แล้ว我先前我就係講買參加下嚟學生水 ，because 係講學生就諗嘛，諗冇橋冇寫嘛，所以我先隨一嚟講隨人出租啦，大概出租啦，出租唔應該諗嘛對，所以我隨到一嚟咯，阿冇嚟。呢個ตัวหลังนอก3個人可能我對我嘅好嘅下面嚟咗在處在住半年開始到點解都在那邊接過來冇錢แล้ว我想可能แล้วแต่ละจากที่ไหวก็做嘅個別好一隻我連哇แล้ว學曬都係你出租就是啦而且因為我唔算出租意思叫做一歲幾勁แล้ว我10歲嘅一定10咧嚇已經歲嚇英文是水。OK。濕。所以對我真正好噶，一打波嚟哈。然後好噶，我條斜鏡啊，就我條 office 人講，แล้ว一人講，喂，冇正常嘅人款對路。我當時講我係記得咯，我講未記得幾時把寫啊，我咩，我在路。是啊，小鮮肉，老確確啦，個小鮮肉，แล้ว老確確係八卦咯，八卦。แล้วอีตาไหนน่าคุยหุ่นรู้จักหรอแล้วถึงสีหอว่าหมดเกียร์เยอะมาจนต้องดี咯，แล้ว所以咪是當時一較早我出去做工嘅嘛，當時我成我啲朋友請咧，我就買出來。喲，死學老師嚇！我聽講一出去啦，我夾出來啦。แล้วรู้ใจแต่จากที่อีหัวกูปีเอ็มอ่ะอีเขาคุยหุ่นกันจ้ะปะลูอีจิตเขาข้ามมือกูก็กูพิการแล้วว่ามึงจะไม่เอา哦 ，lovely。誒，唔講啊，伊唔知你困咗時，伊接來一看到你困咯。呀，幾了？我唔知，我大隻啲就唔知啦。我唔知我3個月到4個啦。你唔知3個月多咗困嘅時，就啲人面前看啦。要抗薄咧，嚟就要看到你嚟困。我而家見你個邊，你個邊睇到佢，你個邊看到你嚟。車boy。你要數咯喎！現在對點樣看了 ECBCC 喎？買嘅咧！你真係朋友沒別數嘅。哦，我奇怪啊！我所以你朋友沒別數嘅。
哦，我因為基本冇數。了，你後尾時你教你出主講，還是你一頭半走咩半走？我一頭平你計講我 office 調我到邊去嘛。แล้วว่าจีจ้าจี計講咧，我講我嘛就我度背對呢。做我 manager 嚟 help 我一嚟換車嚟個我載我物件。你計講咧แล้วโอเคเจ้าสวดบวกแกซี่喲，เอ็นดาว好嘅就冇可以睇戲咧。唔知阿妹困唔會去照應我。阿妹困時你小英起來自己房間時候調你小英就特別。喲，嚇我啦！你做你幾年啊？冇聽冇燒掉，係咪小事？冇小事，咕是噔就出來當啲大妹。搞笑！嗰直接會講對吧？冇大粒頭到底是水處告訴你。嚇！我落去吉隆坡時，我讀車我睡房間，但係我冇讀過。你較大聲啦，冇較晏啦，你嘛？我落去吉隆坡時，我讀車冇讀過。然後我來這邊美國嘅時，我睡 one bedroom 嘅，我冇夾人 share。哦，所以你唔捌過呢經驗過啊？你唔捌大 dormitory 過哦？我捌大 dormitory，我 actually 我有夾人住過嘅。特別冇怪，冇咩。真係 bad experience 啊！冇 bad experience，是 lose 係 bad experience。我真係 bad。嚇，講我聽。這個 too much info。點？我聽住咧，話咪，你買自己哦。我咪就係講做咩事嘅 bad experience 咧，係咪數？一排關係咪嘅？唔是我係數嚟，特別人 the way 人 live 人 life，我冇係咪 agree。了 I guess 人被 shock 吧，so anyway 冇插聲啦。特別我嚟這邊美國時，我住 dorm 嘅時，我住一年 ，because when 我來嘅時，我冇。Actually 我有 friends 隔了幾年來，特別我人家睡厝都冇大。伊人隔了 already 睡厝了 ，before 伊人。係只 Asian 學生，係只咧。before 伊人飛機教啊，伊人做哦，伊人有伊人 network 隔了 everything arrange 俾伊人了誒。So because 伊人有伊人 senior arrange 俾伊人，特別我冇嘛。So 我來時我大 dorm，然後我大 dorm 嘅時。我大 dorm 嘅時，我諗真係真驚 ，which if 我大家 Asians，對，上家，你大 dorm 嘅時，伊 dorm，我大 dorm 是大宿舍啊，大啲當個宿舍嚟大。宿舍啦，所以伊大宿舍嘅時，伊下路面床 and all these things，然伊嘅 bathroom 都對 share 個人，但係伊 bathroom 咧都。冇妹嘅，冇妹，伊一個隔燈呀，所以一個 shower 迄一個隔燈，一個 shower 迄一個隔燈。哦，你是講你大呢些是 communal 嘅細間啊？哦，然後做喺我加一個 Malaysian share 一個 dorm room，頭一個 semester，then second semester 一半出，所以我加第一人啦。哦，所以我諗就是到啲 dorm 嘅點聲嘅時 ，because 冇 fridge 冇包行嘛，到啲你 room 入邊都冇 fridge 嘛。但係我來嘅時，I don't冇俾你食咧嚇，冇 fridge 嘛。So 嗰時 I 顧慮 conflict 嘅物件嘅時，伊人嘅 dorm 嘅 grocery 伊人加 charge 你 double triple。That means 你去我買一罐古靈，那些一塊，伊個 dormitory 伊人賣路古靈，到啲 dormitory 掉啲賣路攞3塊。讀嚇。
讀到攞曬到，so all these things 我 learn 咯。แล้ว我讀啲多咪是這邊有依賴 moment 所以 to recruit 啦。哦 ，Bible study，所以我嘛去對咯，對。แล้วทันจี係 usually？冇參加冇關係啦，我 actually I don't know 伊朗就是 moment，伊朗講 Bible study。哦。我冇參加啦 ，because 我就是阿毛出來嘛。我都話白講我啲 things，特別我冇參加啦，我 just 對啦。You get immerse yourself into the culture 啦。แล้ว對了嘅時，我捌掉出嚟阿毛朋友。So 伊本對啦，伊是咩位啦？咩國人？伊就是 American。OK。伊上個教我呢 undergrad 嚟，特別伊在即個 group 嘅人，伊人啲做蝦米工課，特別伊講大帶just way 嚟看。哦，佢是嘅聽講啦，然後我仲唔知半。So join 呢時。Chicken 阿冇人教啊，我人是變好朋友去咯。好朋友了，我人特 every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我人 develop 我家己嘅 group 啦，到啲 cafeteria， 所以我人好朋友咯，好朋友了時，我搬出來大 off campus 嘅時 ，every weekend， 喺你當時我冇請過。So every weekend 嘅時，伊過來我會 ，so 我講，你帶我去買 grocery 啦，然後我煮啦，然後so 我攤買 grocery 啦 ，because 我冇車嘛。你有車，你煮咧攤食啦伊。所以 hang out until today 我人全家好朋友。Until today we are still friends。特別伊教我做朋友嘅時，curious 人嘅 Asian culture 啊。伊本冇咩 expose 掉係是個。所以直直問我 Asian 嘅嘢，然後我直直甲伊講佢來去蝦米啊。所以是 ended up 伊去 China 做工 for。哇！So the 好笑嘅是，伊 every time 來找我人出去食蝦米嘅時。到啲唐人嘅 restaurant 嘅時，伊家係你唐人嘅。你有講 Mandarin？講唐人話，伊來 waiter waitress 把伊跑出來。伊講伊會腔，上個唐山會腔。但是你無看伊嘅面咧，你上個唐人來，特別就是。但係大好 experience 嚟看啊，個 open 嘅 eyes 好。但是我大啲個 Asian，then 即個。experience 冇啦嚇，白掉咯。所以間教我見下住我全家好朋友嘅，我講物件，咱假是只有物件時，佢講help me with this，伊講 OK。老朋友咧就係你都當見嘛。等我放工咧5點我對厝嘅時，我過來 help you 做咧做我哋攞 can online 做個半暝咯。So sometimes we get together 嚇啦。或者幾年啦。แล้ว我個下面咧就是我學嘅university 伊朗被 check 㗎了，本買俾伊朗。All these things 我諗到啲咁咯。แล้ว我好笑咧就是誒咧，即係就是 interesting 啊，特別。Too much information。派師淡薄啦嚇。OK。我大棟 building 就是佢哋 building 就是male dormitory 嚟。咁啊打波呢？對面嘅 building 就是咁樣打波嘅。所以你阿妹時，伊拉阿毛打波未見笑嘅。阿妹時，你嗰時你開你堂啊，9點10點啊，你喜歡了。你 entertainment free entertainment 係咪關係？你喜歡啦，伊人冇走啊，咁樣唔少。你啥咪on走A 或3啥咪物件？伊人站 A 或3哦，伊人有伊來個啲 activity 啦，伊人堂啊開個課特人課個了。所以你有喜歡咯。Especially on the weekend 咯。แล้ว我大棟。
你到出来外口水就是你家己，你唔捌公司帮，你捌拄到啥无好嘅出租啊？怎么样？我係出租，我真係搞，我你真搞係咪？我 every time 我嗰時我有 even 當見我睡，我到啲 Boston 嘅時我睡，我有一個出租啦，查我嚟，都是 landlady 嚟，然後 almost 搞我人白回聲，所以伊買一伊個 apartment， 買伊個 apartment 咧時有 furnishing 下面甲了好時了，也伊捌到一個人嘅 professor， 然後伊人落肯拍拖啦，即個查某就是阿婆查某啦，所以佢拍拖咧，伊 move in 甲伊個人嘅阿婆，就這樣。Cucunya. Sorry. Cucunya. Cuma Croatia cucunya lah. Croatia cucunya aku. Jikong ah. Jikong si cucunya ji. Croatia ji mà si kia từ cha lúc chả kèm taki lo. Kèm taki. Kèm taki. Mau gu bố sinh ấy mau gu. Nó chưa về. Mà gu suy à. Bèo kia câu gì cả lắm mấy. Buổi leo còn là. Sorry, nó còn là cái bị kỳ nó sụt掉rồi. Em nó tới tới khoa. Nó điện thoại khoa à. Điện thoại có đang có電視機，然之後tới khoa咧好聊嘅。冇啦 live YouTube 啊 ，YouTube live 啊。有只姐有啲搏球嘅冇誒。只姐。哦。收幾半喎。你我聽講過 Maxis 咁嘅一箍一個 game， 你睇咩？幾日以後你去俾佢看咧？你就冇 Maxis，你又去特登嚟看啊？哦。แล้ว冇ตัวรับเท้าคือ講緊咗咧。sorry ตัวรับเท้า sorry。So 我嘛所以即係阿莫大寶嘅門咯 ，so fully furnished 下面㗎了咯。特別我會曉做事情下面嘅。Every time Thanksgiving 嘅點聲 Christmas 嘅時，我有啲俾物件好我係 landlady。伊講買啦，不要緊，我有啲俾一項物件好伊。所以特年我俾一項，所以伊有當時有來 letter 下面㗎了嘅時，我 just 講你 letter 啊，所以嚟嘅啦。你 letter looks like important， so 你嚟嘅。So you build a relationship， a rapport， a relationship with 你嘅出租。So build 嘅時，我會搬走嘅時，真係應實到咯。Because 伊人無亂做寄你 deposit 啦，無亂做 charge 你啦，無甲你做銷啦。This is why 我做物件啦。我負責 off campus 嘅時，我讀出 off campus 嘅時，嗰時係咩嘛？Because 伊個 apartment complex 真係大，有一個 manager office 嘛 ，manage 個 apartment complex。So every time 嘅時，就我嘅時，我俾物件好伊咯，俾物件好伊。你去makan swap 嘅人。俾人先啦，就是講you know like you try my culture， 你哋曉講啦，你問做上家你 keep right。Like now I give you, later you give me back. So this guy 啦講，you know build a relationship 嘅人咧，when 你會搬走嘅時，伊人無教你差少咯。你別人有上家有啥路家己有厝啊，所有人咯，真。冇㗎，家己厝。我冇做出租啦。我做過出租 in the past 10個月啊。我佢哋講我搬出 from 下啲變態咁樣咯。我搬入去一個台灣人嚟，一大樓頂，咧伊厝嘅樓卡吼，是有5間房間，有廳，就經過就間。真大間，一樣出租大樓頂嘅，แล้ว樓是仲未，伊是 actually Queensland 嗰個厝嘅，就是一樓卡富客樓安尼款嘅，แล้ว樣嘅。
房間你看得水你無通嘅啦，伊無你一個機 private 一個機伊嘅位是無接嘅啦。separate entry 嘅。แล้ว我ตัวเขาเป็น咯ตัวเขาแล้วก็ปัดเดี๋ยวจะเลย台湾對嚟朋友then after that 我搬出嚟我厝啦嘛แล้วอีกตัวเขาเป็นที่นี่แล้ว after later 是講嘢แล้ว你是啥呀嚇？你平時 because 就水啊，即係你佢平時水特耐咧ไป學住到出水แล้ว你點解你到下邊水咧？你嗰陣時搬住我厝過嘛，係時。我到下邊一年嘅，買咗八條一個朋友。Then after that，就那在咯，我出來對。頭髮等你然後這邊你水下邊，你水一啲個了，你水個水出去話自己了。唔是，我到下邊水前房間八條一條。原本是到下邊水。伊本是水合併，แล้ว我搬出嚟我厝大啦嘛，แล้วแต่伊講伊愛搬，after 1 year แล้วล่ะ伊講全部搬，แล้ว我計正好正 close 嘛，係สุดดีนะ，4หลัง12歲เนี่ยแล้ว我咪講，แล้ว我搬出嚟 every week 本我放工對基本對我對那位厝嘅，once a week 嚟我厝ที่โทนะ朋友嘛。แล้วafter ได้講伊啦，伊嘢搬แล้ว嘛講 OK 啦，搬嚟ลูกเสียตัว講รุ่นน่ะสิบ่ไม้ว่าชูพวกกับว่าแกแชร์房間嘅款咯，จะ視為處水係一款咯，如果當時咁會 help 你本人嘛。แล้วมัน是你大，是你是講你是 still 到啲，你我冇明白，你是搬嚟我厝啦，你搬嚟你當建嘅厝啊？對。OK， 所以伊樣是就你上位啦，還是到啲 Brisbane 啊？Brisbane 啊。OK。แล้ว伊會出去搬啊，出房間搬，所以我 invite 伊來我咪多。當英國多？冇啊，佢對台灣嘅。對台灣咧 ，OK。你看咯。แล้ว伊是嘅間保路無講只 officially 水。你看咯。OK 啦，伊都8年咧，咁要緊啊你。是咯。我是有咧是講頂到時我到歲大時，我歲就看考者，特別然後我歲個 one semester 咧就搬，別得閒。朋友嚟講就是講朋友你就係大時啊，可能出嚟嘅啦。我知道好話伊無講無好講，如果在啦嘛，白ตัวที่เป็นจีนฮักแกใจยังไม่ควรนะ我也是一家我攞嚟 roommate 嘛，即係我叫 roommate 㗎啦，美國叫 roommate 㗎啦，actually 是 housemate 啦，我是睡一間厝啊，是3人公司，然後一人家己房間嘅 ，then 伊一間就 OK， 一間咧就伊報名後。休息物件，往迪登就擺洗厝啦，然後往講 OK 樓頂結陣咧，洗樓開就問個樓頂就問咯，然後我咪是做隻迪登洗咯，你房間你叫啊，然後是伊叫伊就擺無做伊登嘅啦，然後個輪到伊登咧是個咧，伊咪是就去叫個咧無上面位咯，然後伊成時個嚟講，做咩事我就做個咧位，伊個唔係話。我都講啊，你特啲份，你冇，你就諗我做嘅了，你咪就冇做，你覺得就講我無理，講我哋內人無理，特別是你個佢冇做，你等你是條做嘅了，當你接嘅了。你攞到講睡房間，你看人睡 living room 哈？我表睡幾間厝，我表睡幾間厝，我喺 US 是啦。哈？然後伊本身是攞嚟房間啊。哈？你到底 living room 呀？然後3個房間4個人。So one of it， 個叫仆街都係困喺 living room。較房間啊？應該是個房間，特別對樣係困喺面厝嘅話是個街啦。Because 係叫喺 living room 人真係 active in 嘢 social life 啊。所以講，大家啲全部想打破啲嚟。你個困喺 living room Okay,我俾你講 ，OK 啊 ，tonight he bring back someone 啊 ，so we stay inside the room, don't come out。喲，那麼是睇 YouTube live 啊 ，Facebook live。好解，我特別問全部上嘅。佢全部上嘅堆嚟，我俾佢講。喲，
Facebook Live 嘅得咩？Who's this tonight？ 誒，什麼解you know？解人解you know？安尼講較好。嚇？你啲時候我朋友是一個查甫啊，一個查甫嘛大房間嘅。人講你坐對人鬥 OK 啦，伊無嘅喎，伊坐太過。一當時看到在房間，又在 living room 裝咯，伊樓頂嘅 tenant。哦，哎呦 ，OK， 啊，就凊彩啊！靠，伊坐喺樓頂嘅 tenant 落嚟。給了貓時間啦，啊，給了貓啊！我係講啊，來，這是啊古靈來啊，是古靈啦，別再講。古靈就我睡在這道厝啦，這道厝就這道 room 啦，but what experience is 無安尼嚴重啦，那就是我係 landlady 想入來我嘅房間，啦嚇，我無地是。我到大印地讀冊是 SS19 嗰邊睡，伊 landlady 伊陣位是伊搭間房間，伊是做做劏房嗰啲，伊做partition個了就變了，伊房間有嘅是窗仔無向出去㗎，那邊厝嗰啲，嚇，伊啲個特別伊是因呀那邊 build 把土起來就，所以。伊譬如講咧，我睡一個是大無窗仔無向出去外口呀，那邊厝，所以真正熱咯。所以伊想 ，because 我睡時我特登去讀冊時候，驚我去讀冊啊，讀冊對那時我覺得唔夠潮 ，because 我一人在房間啊嘛，所以我就啲下下啲上間唔驚上細細壓嚇咯，下就每阿妹咯，就冇乜難潮呢哦，我哋再講，要殺掉嚇。stuck here. So there's only one bad experience but my friend 在 Arkansas 睡厝時咧，伊睡 apartment 有三腳大波睡啊，哇，嗰啲嚴重咯。講，actually 是嗬，唔是，伊唔是 experience to landlady 我咩，伊是巴黎 tenant 不是睡 apartment 呢。伊是伊樓頂咧是一個剛剛咧是一個 Middle Eastern 加佢一個咩人啦，咧佢叫伊個friend 咧是已經move out 啦，所以 empty 一個 spot 咯，佢出喺個 Middle Eastern 咯，所以樣就冇咩 suka 喺個 Middle Eastern 啦，你知啦大美國嘅 apartment 嗰啲是房嘅嘛，松松伊嗰度拍 basketball 頭頂只落，所以講。先啦 ，because 住嚟 apartment 卡了是 student 嘅嘛 ，because 見緊 university 嘛，所以就見咯，到一當時嗬，伊又唔知伊迄啲人哦，唔知是開水還是咩事鬼唔知啦嗬，伊個曾經嗬，別想落河嚇呢。哎呦，死流水落嚟！啊，所以 after that 即係經是幫嘅咩咯 ？US 邊？幫嘅啦，誒，佢 apartment 嘅幫嘅。就見我嗰時白髮就係嘛，未使大個冇喺你坑嘅嘛，冇喺你頭殼冇喺你 drain 嚟坑嘅嘛，攞嚿坑冇啊嘛，所以都係白髮就係，所以就係意思就一陣嘢，就係做咩數嘅一嚟實格介紹啊 ，rain shower 你做 rain shower 起樓底拍門咯，講，以後after that 伊喺你人開門嘅面前一看朋友講 ，What's up？ 第個有 What's up？ 伊個 What do you on？ 你到底內邊要開下物件？伊講sorry， 伊去冚水，原來是伊開水嗬 ，because 你知啦嗬，伊個水是爆啊嘛，伊電是爆嘅，伊 gas 冇爆。OK， 所以 because 厝太大了嘛，伊咪俾 humidifier 一開白一水。哦，可以撈呢？撈個什麼 overflow 冇壓雞。哦 ，OK fine， 又已經 report 好頭嘅landlady 仔係出租仔了。OK， 出租佢時間可以 warning 了。OK， 就見 fine。你一禮拜後咧，哇，係是好死，就是到時人個咧去warm up啊嘛。自己俾邊嘅啦，哇！幾間厝落河啊！
工。提供哦。living hall 啊 ，kitchen 啊 ，toilet 啊。toilet 咸掉哦，一個佢哋 ceiling 佢哋落落嚟。喲！一啲好咗。哦。好少，佢是只換啫噃。because 我人係 landlady 啊，一樣係 landlady 是 next apartment 嘅，就見我 friend 嘅，我係 friend 係，所以隔壁 apartment 嘅，所以叫我咯，佢講，喂，你係 call Linda 喎，你係咪數？我佢見咗落河，我冇應掛出。我名稱咧抌嗰啲物價正。一名稱房間冇掉，一toilet掉，一 living hall 掉，一 kitchen 掉。一 living 一 kitchen 一toilet 面講啦，一佢哋試啲拍落嚟啊，你看到一張板嘅擺邊個了？落驚啊！就冇落驚，佢哋toilet 人冇碰落嚟啫喎，所以驚。係講啊，佢要叫緊你執好似叫周傑，我成日同佢打電話，佢就排每砰個大聲啊，就咁攰啊，砰個不開啊，你一打你每個口一夾到一嘴爆出嚟。哎呦！嚇，人家話雞啊，你嚟啊！我都知啦，你有沒有？叫 rifle 嚟。喲！哇！安裝landlady 冇 spec 咩？你一日係膊頭撲你每一砰唔知嘅，又交。一情呀，一情嘅。呢部拍日前拍，呢部日新嘅成膊頭。哦。呢啲是入膊頭，如果是窮地之妹嘛，入膊頭砰你佢哋妹叫交。你一到那邊咯？一到那邊咯？到那邊咯？你安裝啊？一杯套卡啊！我邊啊！我幾部個了嘛？嚇！落手一掛。啊！一套卡啊！一存水啊！一特別個了，哇！咁屌！嗨個了。喲！那個到對面個屌啦！我頭嘅叔，我嚟你啲轉咗佢學，因為我交，你真係夾係有數咧，我唔聽得到。哦。拉幾多？咩聽緊？講老水都把路誒 remind 我真係一 story 嘅。我除咗 story 就是我古早讀冊嘅時，大條老頂嘅咧，就是一個 I think 台灣嘅查某長山嘅查某嚟。嗯。有上架回家嘅啦。台灣嘅是長山。都冇插啦，就是長人查某嚟啦。伊嘅 habit 咧，就是暑假開伊嘅 bathtub 嘅，學伊 bathtub 電嘅，唔知做邊係咪貴？做水池。我冇插啦。開啊 ！One day 我特別來我 room 我去看，誒，就是我 ceiling 伊嘅 water 滴滴。What the fuck？ OK， 我冇插小，我制對落定，所以我制 turn it off. Then it apparently this is a habit what will realize. Then one day see what is your dissertation. What this is? 一開嘅嘴，我好彩我 back up 我 dissertation。一開嘅嘴，伊唔知伊做蝦米鬼。伊 bathtub overflow， 伊 water 咁樣落嚟我 bedroom 後邊 short 掉我 computer。喲！哇！我病呢個情況。哎呦 my god！Because 我啲寫掉我dissertation，我病呢個情況，然後好彩我 save。有我 wife 嘅話，我能帶去看，講誒，你做啲做下咩？你講我開咗水可以把得電啊，但係講你唔使做安尼物件，所以我能 explain 可以咧 after that 伊人冇做了。一直做寫啥是唔是？唔知寫啥下面幾啦，然後有一道嘅是樓頂有時樓頂嘅時，伊人新嘅單人了，即係就是給人拿來。OK， 所以伊人真係亂。3點半暝咯，3點，佢哋點上我少讀冊時，3點半暝咯，3點少伊給人拿關，我啲七隻亂，所以我真係杜爛了。Actually，靠我見嘅真係話 knowing what I know today， I wouldn't do that 啦。但係佢哋點上時，話 still，I mean，not
not so 冇那麼做。我大這邊錢啊，估了，我去播馬達。啊。所以馬達來。伊馬達來了吼，伊人啲個人 all these things because 我知嘛，伊出嚟都是disturbance 嘛，伊人條 citation 嘅嘛，and then if 我 actually 我有一個朋友有條嘅咧，特別伊個就是伊個 party 啊，伊個 neighbor 講伊馬達來互伊 citation，now 人上講就是citation and then settle 嘅了無事了。哦，有都路人唔知嘅，但是路人掉這個 citation 咗，然後 let's say 路人 apply 路人嘅 work visa 咗，哦，伊跌到 flag 嘅，哦，then 跌到真係結束嘅，because 伊人講準數路 file 了，對 ，then 真係結束嘅，所以我嘅朋友掉一條 citation 伊 undergrad 時，so when 伊 after 伊 grad school 出來時，伊去做工嘅時，伊對去 Malaysia 想講 everything 好時，伊嘅 immigration 唔買互伊接，哦，伊嘅US customs 唔買互伊接，所以伊袂通對來，所以好彩伊甲伊嘅公司講，伊嘅公司去 settle 互伊，哦，所以 that time 伊調 Malaysia 1 year。冇攤對啦，伊人對你 settle 出嚟物件。So 我知 all these things 啊， so 我拍電話你叫人拿號碼打去錯咯，錯了。It turns out that 我 collaborate 加個出嚟嘅人啊，都是伊嘅朋友啦。So 我講OK OK， 所以我冇講過行啦。你講你當啲會嗲啊？特別我唔使問我唔使，唔使。講。特別嗰時見下啲咧 ，knowing the environment 見下啲嘅 environment 咧，望少少，馬達來都是伊人喺度轉嚟情嘅。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John? Yea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o that's why knowing what I know today, that's why 個一個就是我俾笑得啦，我亂加起角嘅。嚇！我亂加。你哋講 in 2 minutes 咗。我到啲 Boston 嘅時候，我 learn 一個 term，the term is called slumlord。slumlord， slumlord， 伊就是安尼。你到啲 New York、Boston big cities 啊，伊人啊，有一個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個 building 啊，真係 you cannot buy the whole building 嘛，對唔？所以伊人 those rental 嘅啊，人 rental income 嘅啊 ，especially 伊人Jewish 啊 ，sorry to be racist 啊，但係伊人 Jewish 啊，伊人suka做安尼，所以伊人俾攞晒你 apartment for that building。As long as 伊人 more than 10厘or I mean a sizable majority compared to the whole building. How many? Let's say look 50 units for this building. 伊人 pay at least maybe 20 apartments or 30 apartments in their own. So 伊人隨何 all those low income or 輪住來，伊人真正無阿解都是掉了。所以伊人叫 slumlord。所以伊人買 maintain 伊人 apartment， 伊人買 repair， 伊人 treat 伊人 tenant 真係無好 and all these things。我 unlucky 就是我到啲 Boston 嘅時，有人到啲我樓頂都是 from South American 或 Central American 嘅。所以伊人做伊人嘅 bathroom 嘅時，阮是咯，伊嘅 bathroom 隔了flooded 咯。所以 one day。我在伊 bathroom， 我 ceiling， 我 bathroom 嘅 ceiling 係啦，所以我教我人哋講，我人哋叫人嚟 repair 好時了 ，a few months later， 個再派，一個又叫人嚟 repair， 一個再派，所以 in the end 嘅時，好彩我 record all this
all these incidents and all these things 嘛。所以我landlady 去數佢哋定年 unit 咧，出租樓定年啦。所以就各窿去跑。所以我對咯，去 witness 咯。哇！所以伊人有，你就 kick it out。伊人冇 kick it 啦，伊人 still maintain 啊。伊人 the court system 到啲 Boston 咧，就是我 landlady issue 一 case。Oh my god! The reason why landlady issue 一 case 就是伊個 judge 去 bully 我 landlady，which is a bit chauvinistic。伊個 judge 去 harass 我 landlady when 伊會講伊個 case 時。So 我成日看，無得到伊人隔了就是白格隔了好事了嘅。伊人三落就是呢，即間人伊出租咧，伊唔是 just 話 building 嘅，貴哪嚟 building 到啲 Boston 伊就是隔了安尼。伊人 the whole idea is 伊人買 apartments 買貴嘅 building， 伊人 just 買 majority enough majority so that 伊人 HOA。Control HOA 時，伊人會 force to get a seat in the executive board because he owns majority of unit. 伊人 lost 啦，即係伊人攞出來咯。Then when that whole area I develop 嘅時，伊人嘛會賠咯，你人攤累咯。OK， 是但啦，騰頭來咯。唔是㗎，即係是係你累 case。Situation case 唔是 situation 強頭，唔使 generalize 自己多少個啦，一個正少是個人。So 當今裝有會帶團 Croatia 都 G 控啊，當時熱咧咩？G 控，當乜嘢咪 G 控？當乜聽人有混淆，㗎啦人有混淆，幫我估嘅大機。冇啦。好似冇，你寫就定嘅大機。又見DC。OK， 感謝各位睇就呢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大媽講啊，上落去大立頭啦，一個古靈堡，未使講，未使講。未使講我weekend 就冇影啊，所以我 next week 我 weekend 我夾 T-shirt 咯 ，OK 嚇，我有咧我 back 我 plus 我咧envelope 我有嘅咧，我時間我冇我 Saturday 會講啲嘢冇嘅，then maybe this week weekday 我就去夾喎 maybe， then 個有這邊嘅毛毛菇咯，老椒毛毛菇咯，加字典啦，然後加火車啦，加芒果，加香蕉，那是嘛？感謝各位聽眾，今天我哋拜再見，拜拜。拜拜哈，今日我去困啦。OK， 拜拜毛毛菇。OK， 當啲 YouTube 嘅人哈，誒你禮拜咧，唔是頂一禮拜 episode 咧，就係咪看但係邊，然後 subscribe 咧，係時都訂你正咧，我能做落音嘅時，很點嘅通知，拜拜。